熱天已經到啊，這食的物件就要特別注意哦。這桃園有一間連鎖的便當店上野烘肉飯，這個來入個店呢，有民眾反映講呢，13食因的便當了後就開始吐骨流，趕緊給醫生看。那桃園市衛生局就表示講，目前接到病院的通報，已經有61個民眾出現講，可能是食物中毒的情形，甚至即馬呢，衛生局派人去到現場查，也下令業者暫停營業。鐵門拖落來暫停營業，來日真出名的便當店上野烘肉飯，傳出哪像食品中毒，互定定來食飯的民眾感覺意外。蠻驚訝的，對啊，我沒聽，我是第一次聽到，因為他這連鎖的，以為應該品質蠻穩定的吧。民粹社群來日大小事，13小煞有民友反映講，食上野烘肉飯的便當身體無爽快。衛生局講，到10時下晡4點半，通報症狀的有61個人，大概是13中晝到暗頓的時陣，食便當了後有吐甲流、腹肚痛的症狀。目前已經依法命令業者暫停營業，嘛啟動食品中毒調查機制，派人去現場稽查。已針對該店的食品制備流程、作業環境衛生、人員衛生管理以及食材的保存情形進行全面性的查核，並同步抽驗高風險食材與抽驗環境檢體送驗。上野烘肉飯來日店發聲明核實的，講會配合調查，甲全面暫停營運。初步懷疑可能是和13個馬鈴薯沙拉有關係，最後是以官方檢驗為準。衛生局講，上緊3禮拜到5禮拜會完成檢驗。另外，青綠食堂哪像食品中毒案，照新北市衛生局的統計，通報累計173人，飯堂的時間集中佇初4、初52天。目前有11個人住院，剩的就醫了後轉去休養。青綠食堂3間分店依然繼續暫停營運。檢驗的結果是公所店的腿骨便當、甲燒肉便當，中興店的煎雞腿便當、甲腿骨便當。等4件食品檢體，攏驗出沙門氏桿菌，另外並無驗出環境檢體。疾管署講，青綠食堂甲高雄正義市場論餅檔，最近2個重要的繞道群聚案件，攏是為着沙門氏桿菌。沙門氏菌呢，它的一個潛伏期比較短，大概只有6個小時到48個小時。那它主要的一個症狀呢，就是腹瀉、腹痛，還有發燒。沙門氏桿菌一般存在佇兩製品，毋過牛奶肉品甲相關產品，加之嘛可能有沙門氏桿菌。疾管署講，最近天氣是熱閣濕，細菌生誕是真緊，較會造成腸胃道感染疾病，要更加注意雙手甲飲食的衛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